我拍8K，哦还是8K 算了，就用8K，就拍8K 算了。1万。2.8，等会儿进去。我等会儿在中间去。等下吧。等一下，要调完了之后再进去吧。开头。哇，全是山。真巨王一般汗水的，他的动作不大，他的幅度不大。老王，未来，身上也等死完了，全部打死了。区们全部都打死。因为这个天气温度不是很高，但是全是闷热。现在就天气穿帐篷的话好热。哎，穿帐篷，它裹得太紧了。这个有点长哦，咋这个？还是里面凉噻。哪里面？里面。好，那里面平噻。有20度左右，晚上17、18度，很舒服。对啊。这是那边待久了。肯定啊，那边。所以说以后度假避暑多点去。这肯定嘛。反正我觉得甘孜现在很舒服了，德格还有点热。德格还是热些。热一点。马尼干戈那边还凉快些。马尼干戈在孟兄。哦。基本都跑回去，跑游完了。这跑一趟油费还是挺多的。但是下来回来不费油，回来都是下跑。回来还好嘛，只要不堵车都还好。对。主要是。它主要还是高速多。主要从巴美回来，台湾就开始堵了。啊。主要出去耍的人太多了，暑假。你晓得哪一段堵？暑假出去人，因为那边人没啥子。还有他们暑假节日太多了，赛马节都很多种赛马节。赛马超级多。现在暑假也是全部娃娃都出来了。这个现在车流量太大。只有想嘛，全年只有暑假才有时间陪娃娃，寒假太短了。还吃早饭，不然的话就堵在山上。走进去啊！才有啥？你走了，他习不习惯呢？没有，我老婆在。你是出去了是吧？澳大利亚去了，我晓得。我老婆在呀，我老婆在，每天陪她的。回来啦！你老婆回来啦！高兴。好了。这人好少啊，少很多。还有粘着，你看没有？徒弟，师傅在后面。Hello。啊？才回来哇？对啊，前天回来了。回来2天了。你好。这个是小西西吗？对，小西西。小西西来了。哎，前2天不在老家吗？我看，阿爸走的。小西西，这杨秀儿，这个是头上的那个亲戚。哎呀，我一动全身都是汗嘞，我都不用动了算了，一跑了，走一走的全身是汗。看一下这些人。这扎西拉姆的嘛 ？Hello， 走，那个去走马车还有一个走马车是在每天都在拍我云空在。这有点像杨秀那个。
好，你下来吧，下来吧，好。慢慢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别跑吧，跑得很自由啊，怎么样？这两个没回家，等整按着，OK，我上次不回老家的。放那个。对，小西西一直在直播的嘛。他以前LGY来了很多次啊。大师傅就来小楼台。啊，对，最早是小楼在跳啊。还有人生新出来也是他的呀。人生新出来也是小楼最早跳。把它放大一点。算了，不用放大。放大不清晰。查西拉姆。查西拉姆不是肉吗？查2天以后。小西西跑哪去了？小罗呢？他那边。哎呦！这人要稀少一点点，都在第一排，在前面，是不是都过去了？没注意。对啊，都在老家了嘛。这个小胖和那个大龙修，拍了也不适应啊！我好久没在这边拍了。好。他母娃呀，娃娃来的吗？
我顶了的。扔街的嘛。对，知道了。17没来的呀，还没来呀。瑶没联系他。这你一走路就吃饱饭，不走还好点点。这是我调完过后，这是我调完过后还是有。过日夜的嘛。哎，啥？哪个？这是五江没得。我五江没得，没有，还在耍火把节。有点像五江。对，哎，是他回来了，真是他，他真的是啊。他怎么回来？他怎么回来？他有点刚刚回来吗？我前天回来了。啊。前两天穿的那个没给你们发那个，参加火把节那个。
全身是汗，你看嘛，每个人全身是汗。其实我现在也是汗，就是上半身又没打湿，汗水直冒，汗水直冒。他人是，他不忘不了那个，把他顶到的。热呀！Hello。过来，不要跑，好热的吧，老板。过来，不要走，这儿热哈，怎么样？觉得那个老胡嘛，全部打湿了。他一般出来都带的3件衣服左右。正常的，把它跳的话，肯定全身，一般跳10来分钟，全身就湿透了。有武丁的风格啊。这往回来。都几点钟了？快9点了。我回家了一趟，看到我说直接过来了，反正无所谓，我很少来体你调点儿。人少那就没意思，我这好久都没来，就偶尔来一趟，不
想跑了。人最少的时候就这段时间，平阳宫人最少是八月份。对，平阳宫现在又多了个地方。啊。平阳宫好像那么热懒得跑，因为这边是很热的，偶尔来一次。哦，这就。你比较少啊，不好意思，今天8月份人是最少的时候，因为都回家了。Hello， 欢迎。那你没有回家吗？一直在没回去，一直在这边啊？对，基本都没去。哎呀，你还可以吧？那边冬天啊，那边凉快啊，只有每天晚上还要开加热，开电暖。前两天是粉红色的，现在是深红色。以前是金黄色，然后后来是说不出来，有点像粉红色。热起来了嘛，热了就。你毛你把头发染了呢？染了那种。蓝是这个染的黑色，让个背着这个黑蓝色，对吧？带一个天蓝。哦，看那个。哎，我爸那边，走了，不选。我爸放2块。餐一直都有啊，餐名嘛，正常。晚上就那个生意最大了，任何一个地方都有。他认得到我啊？肯定认到噻。他们你在一起年嘛，就认到。你回来，好点了，好开心。啊。好想他啊！两个挨着那个耍。我爸爸我嘟嘟2个换了亲热一个亲热令，我换了亲热。亲热得很。他只是没说。我说你回来还没有到境外。这第一次，今天。就是嘛。今天在山上了嘛，山上陪娃娃。你说29号要回吗？我本来29号想问你，我前2天感冒了。主要上山去了，我娃。结果你一回来就跑到那个崇州去了。哎。你小西西现在跳得很好，看来进步非常明显。以前他来进来的时候只会跳1、2首，现在基本上在家里每天都在自己跳，也真的是越跳越好。就他性格比较好，在直播里面你们看得到吗？他的性格是非常那种。没有看到他发过火那种。人生兴衰，这小罗最早跳的那个，那么没能够在啊，我问一下还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你们在吗？有
与自己战斗呀，谁把头上丢着？我在他的年啦，就那几里茶里，对那金头高里，给把这个这里，对那金头高里，给把这个这里。基本都要跳啊！里面前天拍太多强把学生了，昨天晚上想法了。昨天晚上我在都江堰，前晚上，哎，这个跳啊，我要跳这个。Son la
高温报警了。就这样。哎，这8克皮太烫了。等会儿过来。好久没看到你了。哦，你也好久没看到你了噻。我是偶尔来一次。你是？你回老家了吗？没有，出去玩去了。全是水。王哥来带，王哥来，不要了。小路跑这儿呗。小胖会跳。然后被带那个出来之后背包没装那个相机花烫了。
好，啊，结束了啊，哎，好。Yes, number 41。现在我们来过来走吧。小罗和那个大龙兄。他认得到你了嘛？都认得到。小白狗你到哪里，他到哪里，形影不离呀。对啊。体感温度肯定40多度吧。现在是天气预报只有30多度，35度。那我这个会不会关机啊？8K，我拍的8K，全是8K。我这个风扇没带，哎，不会是，我一个关了吧。这个比较黑一点。坚持跳完，坚持这个，刚好是，哎呀，40%的电了。
念了吗？这个跳起到有激情些的，是不是？对，是吧？一段我把这个火。这肯定不热的。这新歌啊，也是小罗的专辑。刚刚来了。这些人子没去刚刚的这个驾驶哎，就是。爬呀，全是水，全都是水。哎呀，太热了。那回去算了，早点回去。我家那个扇子。哎呀，咋个现在冒汗了？一点点淡吧，这是主要相机用。全程都是。好了，别叫别叫。
缓缓。不要，差点扔。好热呀，全是冒汗，没电了，关机了。都是兴隆的，甚至是兴隆的，他们两个都是兴隆的。这个叫单针镯嘛，是不是啊？单针镯嘛，单针镯嘛。长到了，他们等会儿两个小朋友要跳，这个好苗子，我也长得好，身材也好，我跳跳，就是的工资活出来，来得及哦。天天喝也可以买。站到，啊一样的，站到就是，这掉过来。很直的吗？很直的吗？Oh